艦載直升機同2個特戰分隊參加演習。演習主要分3個部分，分別係海上聯合防護行動、對海上同空中目標射擊以及海上閱兵。日本話2架俄羅斯偵察機尋日飛近日本海上空，日本航空自衛隊嘅 F-15戰機監視同攔截。防衛省話俄羅斯偵察機未有侵犯日本領空，日本會派出偵察機同宙斯盾級護衛艦喺日本海監視中俄軍演。埃及軍方表示，只要示威唔危害國家安全，軍隊唔會對任何政治團體採取專制措施，並且保證抗議嘅權利。總統穆爾西所屬嘅穆斯林兄弟會號召人民星期五喺全國和平示威，反對軍方推翻穆爾西，又形容軍方嘅行動係政變。呢一節嘅新聞報道完畢。蘊藏財經強勢，鼓動生活智慧。